国际消息，咱来关心，第二大伊斯兰国 ISIS 恐怖组织攻击美军，造成3个人死亡。因为美军伫咧当地时间19展开报复，因空袭藏伫咧叙利亚中部 ISIS 恐怖组织的据点。因为约旦嘛有参与这一届报复的行动。天也未光，美军就出动战机分批出击，目标是叙利亚中部的伊斯兰国 ISIS 恐怖组织的据点。外电引述美军中央指挥部的消息讲，包括 F-15A 战机甲 AH-60阿帕奇直升机，拢有参加这摆行动，向地面倾超过100粒的精准攻击武器，空袭70外 ISIS 地面目标。We hit the ISIS thugs in Syria who were trying to regroup after their decimation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5 years ago. We hit them hard. I ordered a massive strike on the terrorists that killed our 3 great patriots last week. 2 soldiers, 1 interpreter. 受到 ISIS 攻击阵亡的2个美军威廉·霍华德甲托雷斯·托瓦，属于来自爱荷华州的国民兵部队。同时，爱荷华州的别名是勇敢，所以这摆空袭的行动大号叫做“勇敢防暴作战”。事实上，美军伫叙利亚清扫 ISIS 所存势力的行动，早伫7月就开始啊！这半年来出动将近80摆，逮捕119个 ISIS 成员，拍死14个人。同时，美国和民国的执法单位嘛合作查到在件 ISIS 使死的恐攻计划。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料，捌占领叙利亚甲伊拉克控化范围的 ISIS， 目前所占的所在，敢若剩地图顶面这个1 PPI 的2块区域。这个所在伫叙利亚中部沙漠地区，离青年古城位置帕里米拉无远远。这个排伫世界遗产的古城，伫 ISIS 占领的期间受到大量的破坏，敢若像咱所看的这块壁甲条啊，公视新闻是家人编译。